睇第一集咯，係咯，都最記得佢係佢跳舞啊。差唔多啊，喂，恐怖遊戲啊，喂，差不多恐怖遊戲。恐怖遊戲。魚蛋，魚丸，魚蛋是魚蛋，魚丸是魚丸，那個是不同嘅。香港經典小食魚蛋係咪？啲人普遍嘅思想就係咁啊嘛，即係好似咧，好似嗰啲親戚咧，嗰啲又係咁樣嘅。即係咧，啲有陣時啲親戚咧，成日鬥嚟鬥去咧，又話咩，又咩你個仔點點點，我個女點點點，我心諗，跟住咧人哋又唔睇，又唔啊 ，thank you，啊朱花 thank you，即係睇唔得見人哋好啊嘛，見到人哋個仔啊事業有成啊，跟住又妒忌啊咁樣，咁我又覺得，咁我又覺得，我又覺得。咁人哋個仔事業有成，咁對你會有啲咩壞嘅影響呢？冇喎，即係我呢，我會覺得如果例如我嘅親戚個仔係事業有成，其實我會覺得好開心咯，即係好似喂，即係可能同人哋講喂，佢係我個喂。佢係我個唔知咩個，佢係我親戚嚟㗎，佢係我嗰啲 cousin 嚟㗎。喂，屌！佢而家發咗達啊！咁你會咁樣？點解會唔知有啲人又覺得真係會覺得好妒忌啊！即係覺得咁點解人哋發咗達，你會少咗忽肉咩而家？真係揾黐線。其實都幾好，最起碼可以保障到最少魚蛋個個都一樣平均。咁點解唔可以個個都？咁點解唔？即係人哋有嘅嘢你都要有，人哋冇，人哋有嘅嘢你冇咧，你就整到人哋都冇。可以再說一次嗎？就我說有些，就好像我有一些親戚啊，就可能看到你，就可能看到你，就可能你的事業蠻厲害，然後他說會嫉妒你這樣，就這樣都有這樣心態。可是有時候看到就其他親戚啊，可能的兒子可能很厲害，可能是。某某公司的經理這樣很厲害，然後其他的親戚就會嫉妒他，就會嫉妒他。然後我又想，那個他的兒子發達了，他的兒子發財了，會對你造成什麼不良的影響嗎？不會啊，你又不會少一塊肉。為什麼你要這樣子仇視人家呢？就詛咒人家，就看不到人家好，我就覺得，為什麼不能打從心底的為他感到恭喜或是開心呢？他又不會讓你變差，只是他變好了。點解唔會一齊開心？係咯，我哋個香港人少諗雙贏，只諗雙輸。個個人都係咁噶啦，我唔係咁噶。你做咗佢本身想做嘅嘢，就會嬲你或者好在意。我唔係咁噶。我真係唔係咁，我真係覺得佢發咗達，咁會令你少咗忽肉嘅咩？會即係點啊？佢發咗達，你銀行戶口會少咗錢嘅，
你啲錢會俾佢吸咗去佢嗰度嘅。人哋發達人哋嘅事啊，點解啊？做咗你原本想做嘅事，我覺得呢個心態有啲奇怪喎。你講到佢好似搶咗你嘢咁咯。你發唔到達，人哋發到達，人哋叻，你發唔到達，係可能自己嘅能力唔夠。你唔可以好似講到人哋做咗你本身想做嘅嘢，人哋搶咗你啲嘢咁樣。